讲到即摆册店甲英国是真无共，真个册店是真多元。伫淡水河边有一位由4位护理师做伙经营册店，唔但展现家己的护理专业，互人请教以外，佫会办台语活动，关心在地。 这间店看起来和一般的册店无啥差别，但经营者其实是4位护理师，会来经营册店，是因为原本伫遮经营11档的册店要关啊，因感觉拍算，才决定将这间店打落来。一部分是阮本地就想要共同创业，啊，第二点是阮本地就知影有何不可。伊2017年讲要休，啊，伊当阵阮就唔甘的。 啊！伊当中我作为师友，想讲啊，就可惜的要安怎？4位护理师决定要来共同经营册店，希望将这打造做一个开放交流的空间。伊嘛运用本身的护理专业，特别放一区医疗选册，也佫有侪的护理讲座分享，唔但顾身体，嘛要顾心理健康。因为我感觉人若要健康，伊不止身体要健康，伊心嘛要健康。嘿，啊，心要健康，伊需要啥？ 对阮来讲，有一寡人会需要册，有一寡人会需要风景，有一寡人需要啥，拢无共款。所以阮等于是讲用这个册店做一个平台。除了有护理专业，册店嘛为2当前开始办台语日的活动，希望互大家有自然讲台语的空间。是刚刚就是就这种艺术安尼结合的一个，你的第9艺术嘛，把前面8大艺术都综合起来、亮起来。还有画面，还有音乐。 第2个音乐，去都市读册，然后做工课，啊，讲台语的习惯都渐渐啊变少啊。那所以阮就无啥咧讲台语，按句啊，愈来愈袂讲，就愈来愈袂认得。啊，其实这是一种最重要的文化。台湾独立册店特别的所在，就是每一间拢有家己的特色。一进入册店，就会当了解店主想要表达啥物。就亲像这间无论如何，4位护理师提头健康理念、本土语言，嘛伫今年设立几家护理所。护册店唔但是册店，嘛是守护健康、心灵交流的场所。记者杨淑晴、张学水、新北报道。